屬龍嘅朋友喺馬年裏面究竟能唔能夠龍馬精神呢？因為屬龍嘅朋友今年呢，其實有天解入命嘅。天解咧係解決所有問題、渡過所有難關嘅星嚟嘅，所以今年咧屬龍嘅朋友咧應該好多複雜嘅問題，不論感情啦、財務啦，甚至乎事業上面咧都可以作出一個解決，令到自己咧可以放輕落嚟嘅。不過咧問題唔出現，天解星就冇乜作用嘅，所以始終咧都要經歷一啲過程嘅，亦都可以考慮咧幫多啲人，因為今年咧你天解星強，可以幫其他人解決問題，從中咧去建立人情關係嘅。喺另一方面咧就要注意啦，有天九吊客入命啊！天九咧本來咧就係冇夜叉咁解，亦都代表住咧一啲驚險事件㗎。尤其是咧屬龍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，千祈唔好以身犯險啊！今年咧容易出一啲問題嘅。如果出席一啲白事或者醫院地方咧，最好咧就提防衝撞，做一啲傳統咧宗教嘅儀式去化解啦。屬龍嘅朋友喺感情方面咧就注意啦，因為有寡宿星啊。男忌孤神，女忌寡宿。男性屬龍嘅朋友咧，姻緣咧都會比較穩定，但係女性咧要揾對象，甚至乎咧已經係熱戀嘅朋友咧，都可能比較孤獨嘅氣氛啊。咁要盡量令到自己情緒高漲啲，唔好太有失落感，咁就更加好啦。至於小人方面咧，因為有月煞星。月煞咧就代表住女小人嘅，或者女性帶嚟屬龍嘅朋友嘅壓力啊，尤其是咧係農曆7、8、9 3個月咧，壓力就特別大嘅，今年要提防啦。